配合乡亲来找头路，6月份毕业的时呢，真侪初出社会人拢希望讲，一旦入去以理想企业去上班，伊才有面试心得分享平台统计，5月份上届热门的企业的求职的企业呢，这半导体龙头，咱知影台积电这冠军，抑过互人意外的是，这个工作内容包山包海，超商的店员嘛拢会进入前5名，拍败华硕、国泰等等科技加金融业。不管是主文商品、寄收包裹、纳钱，或者是买咖啡，拢会当伫咧超商解决真便利。啊，若随6月毕业季，超商店员嘛正做Z世代少年人找头路上时间选择。大家都在开玩笑说，只要去什么刷统编载具什么的这样。入门门槛最低，是会有点惊讶，可是毕竟 Seven 这么多间。对，职缺可能比较好找吧。但是如果是以就是现实层面的话，我觉得工程师吧。经济人面试感想分享的平台统计，前5大热门企业排名，台积电摕冠军，啊，第2名是 7-Eleven， 赢过第3名的华硕，第4名的国泰，啊，专家嘛排入第5名。超商商用拢排日本，和侪人拢料想未到。如果是兼职的话，工作是比较弹性一点的。那如果是选择全职的工作的话呢，像是储备干部或者是店长等等啊，起薪呢大约是落在3万5到5万之间，这薪水并不低。不过和一般服务业比起来，超商店员做甲亲像干路细不少，工作内容是包山包海，比因为复杂真多。各项都拢爱搞嘛爱办。现在在便利商店工作的这些员工们呢，他们可能要会非常多的东西，因此也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会借由到这个便利商店工作呢，来换取各种不同的经验，来好好的磨练自己。看准白板弹性、地点国金、毛完整的升迁制度，或是要想累积经验的少年啊，给一个新选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